In response to China's imposition of the new national security law in Hong Kong, legislation which threatens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greement and endangers the freedoms of those living in Hong Kong, we announced sweeping and new expanded pathways for residents of Hong Kong to immigrate here to Canada. 2025年3月14號，自由黨新任黨魁卡尼正式上任加拿大總理，並公布新一項內閣，其中移民部長一職由 Rachel Bandanya 出任。Rachel Bandanya 自由黨籍 Montreal Outremont 議員，出生喺1980年，嚟自摩洛哥猶太家族，屋企人移民加拿大之後入讀麥嬌大學法律系，並於2007年畢業，成為商業訴訟律師。佢喺2015年首次參選國會議員，但係輸咗俾當時 NDP 黨魁 Thomas Mulcair。喺2019年補選成功當選，正式進入國會，之後2度連任。喺2024年，佢擔任官方語言部長，並喺2025年3月14號正式成為新一任移民部長。Rachel 佢一直關注港人議題，早喺2020年，佢曾經喺國會表達對香港民主自由嘅支持，促成加拿大終止同香港嘅引渡條款，並持續關注香港嘅局勢。佢都曾經喺國會發言，表達對國安法嘅擔憂，並支持推動救生艇計劃。所以可以咁講，加拿大成功推出救生艇 ，Rachel 都係其中一個重要嘅推手。事隔5年，假如今次聯邦選舉由自由黨贏得更加多嘅席位，咁 Rachel 會唔會繼續擔任移民部長呢？作為 Hong Kong Pathway 當年其中一位關鍵嘅推動者，佢會唔會進一步加快救生艇計劃嘅審批進度，甚至推出更加多針對港人嘅移民政策？你又點樣睇 Rachel 呢？